哇！今日海入面嘅食物真係多，我睇哈哈哈！食啊，食晒佢！我哋人類每年生產幾十億噸塑膠，我哋全部都唔會收，全部都俾你食，食啊！呢啲根本唔係磷蝦，我個入邊全部都係塑膠垃圾，我根本消化唔到，我要死啦！大家望下，呢個真係好嚴酷嘅現實。呢啲流入海洋嘅塑膠，唔單止會令到鯨魚因為唔食而死亡，最後因為食物鏈嘅關係，亦都會翻去我哋人類嘅餐桌上面，唔單止影響咗我哋人類嘅健康，亦都會影響咗海洋嘅生態。海洋咁大，咁多塑膠點清理啊？點樣先可以幫到我鯨魚大叔啊？咁面對呢個生態浩劫，我哋唔可以坐以待斃，必須要主動出擊。今日我哋 LYS 團隊會帶大家探討嘅就係鯨類正能呢個 project。我哋呢個 project 利用咗最嶄新嘅科技力量去解決呢個海洋逆境。你哋有冇諗過鯨魚平時係點樣食磷蝦嘅咧？好似係鯨魚會吸一大啖水，跟住就過濾水入面嘅魚同埋磷蝦。但係呢磷蝦咁細隻，究竟係點濾出嚟㗎？咁答案咧就係鯨鬚啦。咁鯨鬚咧係鬚鯨特有一種產毛構造啦，咁可以過濾到0.5 mm 嘅微生物。咁好似個天然嘅篩咁樣啦，可以過濾一啲海水同埋一啲微生物嘅。咁我哋鯨類正能呢個 project 咧就係利用咗呢個原理，我哋係經過反覆多次唔同嘅實驗啦，利用咗唔同材質、唔同大細嘅產毛，去以一個多角度同埋特定嘅方式咧，去交成一個好似仿生鯨鬚咁樣嘅仿生過濾系統。咁最完美嘅就係咧，我哋經過微調咗呢個鯨鬚排列嘅角度，唔單止係維持咗佢可以高效率咁樣收集微塑膠，亦都係維持嗰個高水流，好完美咁樣解決咗咧傳統濾網會因為一啲大型垃圾而堵塞嘅問題。哇！個過濾系統好勁喎，但係大海茫茫，隻仿生鯨魚點樣喺個海度揾到啲垃圾啊？真鯨魚就有視覺同埋聲納系統，而我哋就為仿生鯨魚裝上咗一套 AI 智能識別海洋垃圾系統，咁樣就可以配合無人機技術同埋實時鏡頭，去茫茫大海入面揾到啲海洋垃圾。AI 聽到好似好深奧喎，你哋點做㗎？哈哈，其實係我哋請教咗一位喺大學讀 AI 嘅師兄，佢教咗我哋用當下最潮流嘅 Byte coding 方式去編寫一個 AI 程式，跟住再嵌入去微型電腦 Raspberry Pi 入面。其實喐手做落去都唔係想像中咁難。喺運作嘅時候，配合上無人機技術，可以實現大範圍嘅海面垃圾檢索，跟住再配合上我哋嘅 GPS 系統，將海洋垃圾嘅 GPS 定位實時傳送翻去系統，配合埋船身上面嘅實時鏡頭，調節船身方向，咁樣就可以精準地收集到海洋垃圾同埋微塑膠。不過無人機實時拍攝同埋坐標定位，我哋仲研究緊。仲有由於海洋垃圾嘅顏色又唔係咁明顯，所以我哋初步先用黃色鴨仔嚟進行 AI 深度學習同埋模型訓練，嚟提高辨認嘅成功率。未來我哋一定會進一步擴充數據庫，去做到一個可以認到海洋垃圾嘅 AI 模型。咦，我有個問題喎，我哋收集完咁多海洋微塑膠之後，要點樣處置佢哋啊？如果攞去堆填或者燃燒嘅話，咁啊會產生好多二噁英等嘅有害氣體，會污染環境喎。唔使驚，我哋諗到一個新方法，用微生物去分解。微生物分解有咩特別之處啊？呢個就係我哋嘅關鍵突破。日常塑膠好難降解，但我哋專程去咗城門河採集模擬樣本。點解？因為城門河平時有大量塑膠垃圾，我哋估計裏面一定存在具備分解塑膠能力嘅強大本土細菌。我哋嘅實驗數據顯示，呢啲本土細菌喺降解水壺同埋 PP 微波食物盒嗰陣，氫氣產量係最高嘅。連 PVC 膠管同 PET 膠樽都有好唔錯嘅成效。透過微生物分解，我哋唔單止消滅咗塑膠，仲將佢哋轉化為潔淨能源氫氣，真正咁實現轉廢為能。冇錯，雖然我哋依家產生嘅氫氣數量唔多，但大家睇下，我哋已經證實咗用微生物分解塑膠嘅可能性啦。我哋依家目前係中四學生，喺將來學習咗基因編輯技術之後，我哋會提高呢個菌種降解塑膠能力，將產氫能嘅效率提升到極致。
咁總括而言，我哋鯨類正能呢個 project 唔單止去參考咗呢個鯨鬚嘅結構，之後我哋再去研發出一個好高效率嘅仿生鯨鬚過濾系統。第二，加入咗 AI 識別同埋無人機技術，實現咗科技海空聯動。最後配合微生物降解塑膠，我哋將微塑膠轉廢為能。呢個方案既可以降低微塑膠對海洋生態嘅影響，又可以降低對人類嘅影響，仲可以轉廢為能喎。企埋中間，企埋中間。係1、2、3，一齊講。我哋嘅綠色能源夢想係將鯨類直能發展成一個可持續嘅生態模式。多謝大家。